同风吹，潇潇雨冷，梦中花落知多少。外甥女儿来了吗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外甥女儿，外祖母，外甥女儿，外祖母，我的心肝宝贝呀！这是你二舅母花去见过。是。北
得见孩举目。不小了，外甥女孩，快收了吧。可你身体单薄，食不胜衣，恰是为何？外甥女是小肚病，总为切饭时起，便切一道时尽了。林姑娘来了吗？真的来了，在哪里？在哪里呀？你老祖宗，我来迟了，我来迟了。早晨来西家早，今朝定地对客到。你呀，不认识他，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辣货。南京人所谓辣子，你就叫他一声红辣子就是了啊！他就是你莲儿嫂子。得见二嫂子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好一个美人呀！心为我一双红颜丝强，四只宝美丽的人儿体也相上，那相公老祖宗心间的外甥女分明是我天香了红白道。妹妹来，手香手香，你是进来到这里呀？须当作儿女齐聚在花丛，这家中谁是你家中？要去养养把翠成龙，谁为求高声往西呀？痛哦！多谢莲儿嫂子。手下手下，娘你姑娘带来的神，歇歇去吧。是，妈妈姑娘随我来。哎呀，黛玉带来的这个小丫头，怕太稚嫩了，就把我身边的那个紫娟丫头接了黛玉，好似坏啊！见过林姑娘，八爷回来了，八爷回来了，八爷回来了。老祖宗，宝玉，太太起来。宝玉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快过来见过你林妹妹。林妹妹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是到天堂城去。到他府内查某神经位，恰要来我的经济兵手里。又是花草丛围，迎风好比风不绿。梅少爷就上水去，声音小貌如温一见分明是话来讲，心里恰是就是意。哎，这个妹妹我好像正看见过嘞。哈哈哈哈！又要误事了，你何曾见过嘞？谁没见过？却看着面熟，心里好像神是一般。好啊，这样么一儿在一起就和睦了啊！哈哈哈！坐下，坐下。妹妹，你娘么样？
我不与娘，你那块娘也是件喜欢吃吧，岂能人人都有？什么喜欢的东西，身体高下不实，万事灵不灵灵，我可不要这东西。宝女，你生气要当妈真容易，何苦去塞你那命根子哦？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今天来了神仙师妹妹，她也没有，可见这不是好东西。快带上！我不要，宝女，快带上！不要，宝兄弟，宝兄弟，不要，宝女，宝女，宝兄弟，快带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宝女，当心你的指头，快带上！宝兄弟，老祖宗不是常常说的吗？这富贵佳人，去指望着这个命根子你。对呀。宝姑娘到，老太太，宝姐也来了，宝姑娘也来了，那请跟也到了。好啊，快迎进宝丫头去。对哟，宝女啊！哈哈哈哈！一故事，阆苑仙堂。一故事，美玉无恙。杀生门奇缘，今生偏偏遇见他。杀生与奇缘，今开行，不鸳谁在云中晓生死本也？是君把可以把知师傅，把可以把巧也。山高无常，乃是李生生之大军，为人臣子，把可以把知师。是故众人曾于小子之门也。沈家在苦恼，你为在笑呢？每十里送往迎来八陪，闻香开对祭祖先，岁岁恭敬听教诲，离东下拉多谁啊言？这儿民调落地崔文章，他对我头昏目晕，谁可言？海英，
己画的？画的一点都不美。来，我来替你改画一个。哎呀，小祖宗，你倒数要紧。你让我嘎嘎闷嘛。好，去找你画吧。你成这个样子，来，脱下件衣服吧。咦，这条黄金是哪里来的？我怎么从来也没看见过？哪里来的？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。朋友？是什么朋友？竟会送你这样的东西？你呀，又不知道这叫上了什么三教九流的人物了。你少管一些好不好？我家好爷又不知做了些什么蛮子人的事了，属于风风雨雨被上头知道，红萝卜又要拴在落子掌上，将我们做奴婢的晦气。你怕什么？我管你都是正经事，又没有去违非，就对了。哪里来的？一个唱戏的朋友送给我的。唱戏的朋友？哎呀，好爷，原来你见我戏子也叫起朋友来了，这怎么得了啊？你戏子家的朋友，难道也犯了什么大罪了吗？你宝兄弟啊，是宝姑娘来了。宝姐姐，请坐啊。宝姑娘，请坐。你们刚才讲得这样热闹，这谈讲戏什么样啊？宝姑娘，你看他见我戏子也叫起朋友来了。宝姐姐，你不要听他这些话。阿姨，阿姨，什么事啊？老爷说明日一早有贵客进来拜访，叫你去陪客你。又是备课。这是老爷说的吗？宝姐姐，你替我想想，老爷每逢接待宾客，总是要我也陪着。你说这是为什么呢？世上是你的人才出众，人家都仰慕你，谁都想看看你。我不非是个十中有人的俗人罢了，配人家仰慕吗？你不要忘了，你是贵妃娘娘的弟弟，怎么不叫人仰慕你？我真不愿意这些落度门来往。宝姑娘，你听听，世上哪有不愿意做官人来往，倒愿与戏子混在一起的道理呢？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，宝兄弟。常言桃子呀，看来行，谁不想高朋能一门？
要为谁此事做成真本领？理应该把茶罐头去尝尽，怎能够不负正业破公明？王姐姐，老太太要往国外，怎么有生意？你去外国买去吗？我难道是准备成外国摆的吗？宝姑娘，你不要理他这些，沈家劝他上京啊，他总骂沈家什么落多。你想，这么远的老爷不生气你？没有什么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宝姑娘，再说一位吧。宝兄弟，我走了。我送是宝姑娘，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。宝姑娘真是心地宽大，与环阳。银儿是宝姑娘，要是忘了林姑娘，不至于闹得这么样。宝姑娘真是叫人敬重，可是你倒与沈家生分了。林奶奶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文章的话。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？啊，想不到却来闺阁之中也会犯上这种风气。二爷，二爷，二爷！三两黄金用一等，身兼自己最难拒，悲啼人生自心亡，但愿此心到白头。二爷，二爷，谁？二爷，二爷，上次你叫我弄的书，我请你拿到了，在哪里？在这里。西厢记。二爷，对不对啊？对。二爷，该上我了吧？好，明天赏你一吊钱。谁没有见过一吊钱？哎，二爷，把这只想要吊的赏给我吧。拿去，拿去，拿去！二爷，把这只荷包也赏给我吧。哎，这荷包是林奶奶送给我的，谁也不许拿。拿来。像这样的好书，老爷却不许我偷。今天我背地里偏要讨他一个赏花。到便是在今于世，难人心相亲妙子千长生情深能似云江，不因真情更比张生子。看宝牛，虽不有计全才子，
样一来呀，可谁要算公责归了呢？你去想我做什么？你不是不知道，我最讨厌那些狂公民文玩吃力不顾文章。你外的这些你，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，趁早叫我看看。好妹妹，见你看我是不怕的。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啊。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连饭也不想吃你。喜相亲，请你。好妹妹，真是好文章，你看。妹妹，我是个得罪得病谁呢？你就是那情歌倾城的妈。你该死的不是把他弄出这人字眼，却来调笑文章的娃儿欺负谁？我可要到舅舅跟前将你告。好妹妹，我不必开幕赠送神给你。好妹妹，你千万赏我这一招，我是有心欺负你。好，明朝让我带着这池子里，让拉头女把我腾去掉。那张生一封是关于太子口，那隐帮见神呀黄昏后，那红娘三层上步老夫人，那为民无千兵演做肉馒头，我以为你当是的，原来是个人样拉枪。好，你是啥？你这个你，好，我也要到处去。你去呀，你去呀！好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些了，好吗？好妹妹，我上几天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，你做一个香袋送给我，好不好？你要一个香袋，那很容易。王氏今日有人为替你做了，人家比我越为年越为细，又有什么金的、鸟的？你又来了，你是个明白人，难道连前不改书，后不见血都不知道？岂可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切！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成了什么人了？
为的也是我的心，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，不成？一曲西厢芳自心，乘风满胸怀，不觉情黄昏。相见时难别难，一生珍重泪湿罗衫，泪湿罗衫。七哥，你真的要走吗？二爷呀，做戏子，做见有时比我梦，台下内比台上空，此曲比曲东江的。从此离开秦皇府，真乃是非父之交难分手，但愿得一来多传颂。七哥，保重。我们府上有一唱戏的戏子，名叫齐官，乃是我王爷喜爱的。
至今三父神不见回去，四次经遭复查，京城内终身传说，即关于琳琅宝玉，相交甚厚，竟是逃出府去，也是琳琅的旨意。故此想问老先生，专职琳琅，请将其官放回，一则可为王爷奉恳之意，那二来呢，杨爷下官，呵呵，救命之苦啊！哦，是，请大圣稍待，请大圣稍待。雷神，唤宝牛来。老爷，该死的奴才！在家里因为规避受教训，在外面无法不见遇着了。那机关是王爷家界陈风声，你尽管应对他，吩咐他。什么机关？我实在不晓得是呀。法子难把离国报，公子你何苦瞒得牢？公子我错，给你记得呀。我错，哈哈！夜雨征兵十举才，他真你还进里了。你讲。大圣既算水的心，保佑不放从谁高？那机关他一举抬上阳国府，他一举抬下北关乡，再不愿出身有灵，李王府必居东郊，每季间做来毛遂。他愿做个夜落雨桥啊！听你说来，他停在哪里了？是好，我去找他，找着了便放什么雨，再来请教。告辞，宋大圣，请大圣慢走，请大圣慢走。铲子！你不想光彩雄远景，你不想为何就路高登？恰与那亚湾戏子结朋友，做出了点锁门来。此经我说今生且够你，你将来什么祖宗大话家庭，是不是君？雷神，将把你放了，去他背来。
放起来！老祖宗，快来救救我！老祖宗，快来救救我！你玩脚，你我狠狠地打！哎呦！苍哎天！呦！天哪！小家父，是你尊严之重，富贵功名之家，竟出了这种不忠不孝的言辞！哎呦！哎！老爷，哎呦！啊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包玉虽然给当年给报仇，当时包玉是想，倘若把老太太气坏了，岂必死他了？养了这个孽子，我亦不孝，曾经日击过了他，以及后患。老爷，你也该看在夫妻份上，我年已半百，只一个一张。宝玉，我们娘儿俩不是一起死了吧？宝玉，都是你把他宠成这个样子。今天我非拉死他不可，拿绳子来，拿绳子来呀！一定要把他拉死。好，你还是先把我拉死了，先把我拉死了。你先当死我，你先当死我，再当死他。兄弟，宝玉。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，这叫儿子进去死了，何必惊动老太太，自己走来？你原来和我讲话，我倒有话吩咐，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叫我和谁失去？儿子管教他，也为的是永中要中。老太太说此话，做儿子的是何担当得起呀？呸！我只讲一句话，你却紧随不弃。你那样的棍子，难道宝玉就经受得起了吗？老祖宗，宝玉，宝玉，你这不也好不争气的孙子哦！我与那好皮囊，因为天怪藏，那官司人都提防，死于民。
可什么呢？我不是很好吗？你是委屈了。我就是为这些人死了，也是情愿的。鸳鸯姐姐，你来有事吗？我是先来款款，是个宝二爷随行了，为得二年的背着老太太来款款宝二爷。我为得再来款你，你一定要来的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请问，请问，做什么？去领姑娘送去，去吧。你把水花用具拧开，再敷上把雨雪散开就好了。宝姑娘，你先坐一会，我给你倒杯茶来。哎呀，不用了。什么话呀？皇上倒是话说心的，什么情愿两用，我偏要什么是姻缘。宝姐姐，是你呀！宝兄弟，你身体大愈了。多谢你千金，我全都好了。你来的好多时候了吧？我刚坐一会儿，方才还听你在梦中骂声你。是真的吗？我自己一点都不知道。算了，梦中之言不足为信。哎呦，宝兄弟，两牙苦口离于别，从一面离于才能听成一句话，也不知今生谁投意。宝姑娘说的对，你儿呀，可要改改才好呢。宝兄弟，我一来是访访你的，那孩儿听说你近来又做了几首新诗，我是他来鉴赏一番的呀。我的诗人品做得这么好，也不尽你我林妹妹的，真好，请你评论一下。宝姑娘，请到书房去吧。宝姐姐，请吧。请。宝姐姐，你看，宝兄弟，喏，什么宝姑娘、贝姑娘、于氏夫氏来了去守着，叫人家薄叶三根，不得好谁？
4岁，二爷吩咐的，一概不许放生。进来。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。帮兄弟请来父母。生旦银子月安星星，月送还如雨，悲人托思亲，托思亲。老太太最好，老太太最好，老太太最好。3岁4月参加去，我看是真老美景哦良人。老年岁月些尘阿姨，真乃是白发一飞上花城。白发一飞上花城，老太太有一情，长生不老活下去，再苦暖地老岁岁。二奶奶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叫他们把这些东西送到前面请方里去。是。我的儿啊，你想起什么，只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弄了来吃啊！老太太喜欢吃的，我都喜欢。哦，哎呀，姨太太，没有什么好的给你吃呀。老太太需要客气，只是叫凤丫头已经忙完了。别个嘛羞死了，我们老祖宗啊，这是验生肉霜，要是不验生肉霜啊，早就把我也吃了呢。你听听他这种巧嘴。我来了这几年，内心的看起来，身边二嫂子怎样巧，总巧不过老太太啊。哎呀呀，我的儿啊，我如今老了，还巧什么人？喏，想当年，我像凤丫头这般年纪，那倒是比他还强呢。姨太太，
不是我当面奉证，千真万确。从我们家4个女儿子算起，要是好，要是巧啊，那都不是包丫头哦。老太太说偏了，是这样的，这倒是真的。我时常在背后亲老祖宗说起，宝姑娘好你。老太太都准备好了，老祖宗请啊！哎呀，姨太太请啊！老太太请啊！老祖宗最好。老太太最好。万不尽，万年春色红梅花，十方万岁姐妹同成华。谁知园中另有人。
叫你沿路无你早受锻炼，起手拾起道理问，始终相门张落英。花落花飞，飞满天。红消香断，雨水连。一年360天，风到霜间年相比。明来鲜艳能几时？一朝漂泊难幸免。花问鸟问终难留，鸟是无言，花是愁。愿侬此日身上衣，才华飞到天尽头。
生是如此，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成吗？我大娘是谁？原来是个狠心的。妹妹慢走，我知道你不理我，快进我就避开。今天我只要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以后去撩开手吧。你说吧。说两句你听不听？唉，基于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，今日又怎么样？想当初，妹妹从江南出来当，包牛是终日相问空欢笑。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，心爱的东西凭你挑，还怕那丫鬟佛事不知道，我今日张张切切来。和你同坐千万同长水，像一幕所生的曲同胞。谁知望清清年年晨报地。下着眼睛把我瞧，三朝四夕不理我，是宝肉身为落魄待烦恼。我也从你当年是马英啊。缘儿彼此将我抛，你与谁说也是生意好，为什么被人托是你常备好？你将我不明不白就是为你死了，也是个缺失的归文，冤难逃。怎么了？你在哭啦？我真哭嘞！看，字里还滚着你。娘，
死了动手动脚的。实话忘了情，不觉动了手，也就顾不得死活啦。你既这么说，那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医院来，你为什么不叫丫鬟开门呢？啊，此话从哪里说起呀？啊，怪不得你不理我。好，我实棍这样呆呆奶奶，叫我立刻就死好了。谁要你独走发誓的那一天啊？常来往天生会，来访你并做公担心，谁知道受了你丫头眼欺凌，上了你怡红院里闭门羹，偏向我满目凄凉对院门，遍体生我梨花尽。那一日你蒙着耳朵不离身，今日又比自找骗子八字命。哎呀，好妹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啊。那天只有宝仔仔来说过一回。听是丫头们观察了的好事，等我回去问出是谁，定要教训教训他们。是要教训谁好？得罪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有什么包姑娘来了，贝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事情可大了。哎，你还说这些话？哎，你到底是劝我呢，还是追我啊？有什么要紧呢？快，劲都跑起来了，还觉得一脸混呢。你放心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倒说说看。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哈，你果真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水都用错了吗？连你的意思是天天不着，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。你要是真的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平时不费了心，而且连你对我的心都辜负了。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多了心，才弄了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是能宽我一心，便就为好你。妹妹慢走，你再让我讲一句话再走，好不好？还有什么可以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做事从来也不放手，今天大胆的说出来，我就是死了也是情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，也不管告诉谁，只好挨着，只怕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才会好呢。我三里梦里都忘不了你呀，好妹妹。阿姨，这句是你？阿姨，你在和谁说话？这句话我正好有话要问你呢。什么话？前天夜里妹妹咳嗽好些了吗？咳嗽倒是好一些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！真奇怪，你这个不相信神道的神，
怎么也念起法来了？这叫做平治乱投医呀！呀，看到了谁是有心声，是真是家万难分。她和姑娘好一阵与对一阵，不知道她究竟乱的什么心。我只觉今生都要死一死，分一把火连他一连，看他是黄铜万事尽。哎，再过几年呐，林姑娘也该委屈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谁要委屈？你林妹妹呀，要为赎罪死鸡家里去了。你呀，你说什么慌嘞？你红在把呀不落意，妹妹是赎罪冤气遭无期，她离不开秋香观中牵关锁，真委屈多数城内去家门。你也太小看咱了。你以为家父做大生啊定王，难道是别人的祖宗在负靠帮？你可知谁留千里要归他海，燕子终与他俱瓦凉。心灵的不能在家父此一事，听生死。林家名称来接姑娘二爷，二爷，哎呀，宝二爷，哎呀，宝二爷不好了，快来人呐！怎么了？宝二爷，宝二爷，二爷，二爷，哎呀，二爷不好了，二爷不好了！宝玉，二爷，二爷，二爷，宝玉，宝兄弟，子秋，子秋啊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！你要走，离我也得了去呀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哦，这是和他开了一句玩笑，说是林姑娘要为赎罪死鸡家里去了。二爷他说，原来是二这样爷的。，老太太林家妈妈要来捆宝二爷。你叫林妈妈客堂去送一位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林家的人来接林妹妹来了，快当出去，当出去，当出去！二爷，老太太宝当出去，玉啊，快这当不出去是林！家的人。死了林妹妹，银子谁不许他心灵？对呀，女儿不准让心灵的进来，不准提到林氏，听见了吗？我怎样心里的进宝玉啊我在提到你是听见了吗？宝玉听啊，到了。哎呀，你们那边有谁？我是来接林妹妹的呀！哎呀，船在那边等。雷声，马船要走，花要走。要走，快要走！宝玉啊，这你总该放心了吧？子秋，子秋，林妹妹她从今日去不成。子秋，我们告诉林妹妹去。二爷，你们快去看看御史所来禀报。是
小孩子们搁在一起，也不怕什么。如今你看怎么样啊？老太太，依我看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还是早日让宝玉成了亲，以免得将来唱出什么话来。我也曾想到这一层，可是娶谁为好呢？老太太，我看宝丫头倒是生得品格端方，德容兼备。这是宝玉想的是林姑娘。哎呀，这倒叫人难了啊！难道不难？我倒有一个主意，你这还讲嘞？这件事真有一个挑包计，挑包计，老祖宗一条配了丸子挑包计，谁顾一抬头将瞧起断崖尽。
你永远在，枕头边只叫你来石头。姑娘啊，想念中能有多少泪呀？怎经得东流到城下流到去？把天大的事儿放开噻，保养你牛精神花模样，当开你眉上梳风中意。好心好意
身子好了再宽吧。夫
看他明早死了，你拿什么脸来见我？林姑娘怎么样了？紫娟姑娘，方才老太太与二奶奶商量过，哪必要你死活呢？要我死还，贼妈妈，你先请吧。等神死了，我们死算是要出来听儿死还的。这是林姑娘她还有一口气呢。紫娟姑娘，你这话对我说到晚似的，我可怎么去为兵上对你？贼妈妈，你只管去为兵上对上。八爷娶亲满不了水，又何必生为断七八名才？那便是一片喜气生子女，聪明能干一大堆，偏要我自娟于何用？这锦上添花，我与不啊为我自娟进十里，这愿听着病榻旁边断肠文，绝不碰那东方年长和欢悲，但等姑娘断了情，再把我分身谁管我也不罪美。紫娟姑娘，是什么一个都不去，上对是不招生的。
梦中把我姑娘叫。
林妹妹，你身子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，今天总算盼到了这一天。宝女啊，来哦，宝女，你要稳重点。我知道。林妹妹，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，是第一件诚心满意的事。老祖宗都是为你好的孩儿啊，愿你俩相定自己老不配。我怎么谁都叫起他了，还会对他不问谁吗？如今他爱他都来不及，怎为使他去得心？今日我十分希冀去生病，万里高走别做娘子身。宝玉啊，你母亲的话可要记住啊，都是为你好啊。他。哎，李妹妹，谁说俺是红笔头啊？咋知你面是无用，泪是泪，强装不知你心底春花退。
不是在做梦啊？什么做梦不做梦？老祖宗在这里守着，老爷也在外面守着你。先生，你快告诉我，房子中的那位美人儿是谁？是新娶的韩奶奶，新娶的二奶奶是谁？是宝姑娘。那么林姑娘你？老爷这次娶的是宝姑娘。是啊，本来却是宝姑娘，娶的是宝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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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宝姑娘。老祖宗，你快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？这到底怎么样一回事？宝玉啊，你娶的是宝姑娘。放在明明同林奶奶他的亲是一回事的，怎么比啥事都比了？都比了！为什么？不要紧，传到角门，众位参听。李妹妹，哎呀！我以为把年好事尽孝义。什么月老记错了红儿身？为什么没缘错帮我飞？为什么恰巧进回去？莫不是老祖宗骗我家作亲啊？宝姐姐她关在我的心上身啊！听，你们听，我听到林妹妹的哭声。你们可听到林妹妹的哭声？听娘声，听娘声。老祖宗，我要死了！宝玉我啊，要死了！宝玉啊，你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老祖宗，我有句心里的话要说。你讲，你讲。我妹妹得一病，两个平原一条根，望求你把我们放在一起，哦，以后娘同病相怜，心连心，或者也能实相见那死了一哭怎同问？宝玉，老祖宗。天下百万我不舍去，我只求与妹妹共死生。老祖宗，你谅我吧！老祖宗，你谅我吧！老祖宗，你宝玉，今天是你他心之事，你已经变成这个样子，好叫我心痛啊！你呀！我知道，求你们也没用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宝兄弟，宝玉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宝玉，我找林
我来迟了，妹妹啊。
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天，我为你是彩里梦里长相依。好容易盼到同房花烛夜，总以为美满姻缘一线而去，想不到灵媒被别人包走走，恰原来你配别是我配偏。谁指望怕对能将恩厚谁知晓今生你黄土路中头是灵媒啊，自从举子他官员，几年来你是心头愁结家不开，有花满地银里金啊冷雨悄藏一片地面，你怕那尘世上风刀和霜天，到时间他孤算比你上九千。妹妹，八爷，天也亮，你快回去吧。这句话我知道，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个缺死鬼。这些话我已经听惯了，神已死了，还是个什么人？妹妹临死时，她讲些什么？想当初，姑娘贫从富生里，上天只与我知心意。他这里是人恶鬼火三更起，你那边是东方春暖一天地。只听他哼声不保牛儿，这心酸的事儿我
世上的生儿不是他。林妹妹，我配生骗了，我配生骗了。这就升天子大错，一根插三把终身苦，解决一个月年望我心却一亏，难再补。一是我要把鸟找你一啊，我岂肯一股清泪随从我？从今你长安不念彩地香，我愿做陈根，永不怕。人间难在连理之我的是我取经平地八爷，天快亮了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回去。姑娘，回去吧。一红风吹，